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逆流大叔嘅頻道。喺呢度，我會專注以易經嘅古老智慧，同大家拆解瞬息萬變嘅國際時事與政經大局，助你喺大時代嘅風暴中睇清前路，趨吉避凶，保平安。今日我哋要睇一單震驚全球嘅大新聞。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下令派出超過1萬名美軍，直接封鎖中東嘅大動脈霍爾木茲海峽。全世界嘅神經即刻緊繃，大家都在問第三次世界大戰係咪要爆發，油價係咪會失控？面對呢種突發危機，新聞淨係會話你知表面嘅恐慌。今日大叔同你用易經起一卦，睇透呢萬名美軍背後究竟係真打定假打，而我哋普通人又應該點樣保住個銀包？今次我哋為美軍重兵封鎖海峽起卦，主要用取象嘅方式去睇。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能源運輸要道，屬水，而美軍重兵封鎖係一種強勢壓制，令流通受阻嘅力量，所以取澤在上，水在下，澤壓住水，水行順，形成受困之勢。因此今次事件嘅主卦我哋定為澤水困。大家唔好聽到個困字就覺得好深奧，個畫面其實好生動。卦象嘅上面係澤，代表金屬，強大嘅軍隊同重重嘅壓力；下面係水，代表海峽、石油同埋流通嘅財富。水原本係要流動嘅，但而家被上面強大嘅力量死死壓住，流唔出嚟，形成咗一個困局。呢個困卦直接點出咗特朗普今次行動嘅本質：切斷資源，逼你投降。咁局勢跟住落嚟會點發展？我哋睇下今次嘅動搖，即係局勢轉折嘅關鍵點。今次動搖落喺第二爻，困於酒食精凶。我用最白話嘅方式解釋俾大家聽。易經係話，雖然你手上掌握住龐大嘅資源同武力，酒食，但如果你真係強行開火進攻精凶，反而會大禍臨頭。大家諗下，特朗普嘅作風，佢本質上係一個生意人，已經睇穿咗呢個局，派1萬美軍去封鎖，係一種蘇輕嘅極限談判籌碼。霍爾木茲海峽一旦被封，全世界石油供應受阻，連美國自己嘅通脹同經濟都會重傷，所以真打對美國都冇好處。因此，成件事嘅因果發展會係咁。第一階段，美軍大兵壓境，全球恐慌情緒去到最高點，油價急升。第二階段，雙方進入僵持狀態，互相嗌交，但絕對唔會全面開戰，因為精凶。第三階段，當極限施壓達到目的，雙方就會喺台底達成利益交換，海峽好快會重新解封，危機解除，這就易經講嘅困極必變。明白咗呢個局係求財求談判，而唔係求戰。我哋普通人應該點樣趨吉避凶？大叔俾2個最實際嘅建議你。第一，千祈唔好喺最高位追入石油或者黃金。當新聞日報話隨時開戰，油價會破歷史新高嘅時候，就係市場最恐慌，大戶準備派貨嘅時候。易經話我哋知呢場封鎖唔會持久，當台底協議一達成，避險資產就會急速暴跌，呢個時候高位追入，你就會成為終極接火棒嘅水魚。第二，準備好現金，大膽買入被錯殺嘅優質資產，因為封鎖事件，全球股市一定會出現短暫嘅暴跌恐慌。但既然易經已經揭示呢個只係一場極限施壓嘅政治談判，咁股市跌落去嘅時候，反而係一個黃金入貨點。保持冷靜，留定子彈。別人恐慌時就係我哋冷靜執平貨嘅機會。特朗普呢步棋睇落好兇險，但一切盡在卦象之中。記住，睇通時局就唔會俾恐慌牽住個鼻走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析，覺得幫到你睇清局勢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我係逆流大叔，同你用易經看透天下大勢。我哋下集見。